香港嘅朋友仔又過嚟質詢嘅啦，咁啊單價4400就可以落低我哋呢新號嘅單位啦。屋企樓下6分鐘嘅車程就有中港直通巴士站啦，咁啊可以直達我哋香港嘅，而且屋企6分鐘嘅車程都有輕軌站啦，咁啊我哋30分鐘到廣州嘅，40分鐘到東莞，1個鐘可以到達我哋深圳嘅。咁屋企樓下就有我哋衣食住行配套非常之完善，咁啊樓下都有我哋一個會所喎。呢個位置就係我呢一個小區嘅園林綠化啦，而且都非常之靚嘅。跟住你鏡頭睇睇樓上嘅比賽嘅單位啦。依家上到單位啦，咁呢度係我哋130嘅一個大4房啦，咁啊戶型方正通透啦，客餐廳閒置，景觀陽台，採光視野非常嘅好。咁啊廚房都係附帶生活陽台嘅。咁啊4間房嘅尺寸都均勻嘅，而且主臥帶有獨立嘅衛生間，居住舒適度節節拉滿嘅。嗱，咁我哋呢個係國企現樓單位嚟嘅喎，所以售業面積咧82方到130方嘅，咁啊依家毛坯精裝都有嘅。咁依家加2萬咧，仲贈送一個產權車位啦。咁呢個單位就介紹完啦，如果有興趣嘅私信揾我得啦。